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我俩所在位所喺到彰化县海珠乡的水米村哦，我背后了98公顷安泰嘅台糖嘅水米农场呢，彰化县政府打算来整属来做中南产业园区哦，来平衡彰化南北两位嘅发展哦。讲到了中南产业园区，再带通5500只嘅工作机会，240亿嘅产出咯。不过当地水米村嘅民众算係非常嘅赞成哦，佢哋因为讲，你引进嘅橡胶变塑胶产业咧係高污染嘅，但是水米村係只鐵天嘅農業生產嘅地方，係只優良嘅農地，佢哋因為咧就產業要影響佢哋嘅生活品質，還有耕種嘅環境咯。到第二地方中，民眾已經很用百姓呢，但係你行到總督嘅政委宮，請到公部門代表、業者，還有地方民意代表，還有鄉親共同嚟討論，一強嚟關心。開會了！节目刚头来到你水米村嘅信用中心政委局嘅面頭前哈，到節目錄影以前呢，留一村太水哦，所以看到了下現場鄉親哈，帶着斗笠，穿着雨衣要來參加錄影哦。那我先跟鄉親問好，大家好。好，都大家在討論講，我們這個水尾村的這個旁邊這個水尾農場啊，這個彰南的產業園區，是不是就是鄉親口中所謂的橡膠專業區哦？那這個橡膠的產業到底是不是高耗水、高污染？對於我們這個特定農業區這樣一個優良的水尾的一個生產基地會造成影響呢？我想今天我們一併來討論哦。馬上為您介紹現場來賓，第一位來賓呢是我們的縣議員李俊玉。各位鄉親，大家好。好。接着为您介绍第二位来宾是我们在地的这个西周乡的乡长黄乡长，你好。乡亲时代，大家好。再来是我们县政府建设处的陈俊玉陈科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好。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彰南产业园区啊，它到底是在县政府的规划上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哦？它其实在10几年前，它叫做是人造纤维的专业工业区，可是后来呢，这个开发没有成功，又变成西周工业区。那后来呢，又没有开发成功。到了99年的时候呢，县政府就提出了这个工业区变更的申请，才改成所谓的彰南产业园区啊。我们来看到这个彰南产业园区呢，它其实呢就是在这一块这个地方哈，它总面积大概是98.28公顷了哈。那预计要能够设厂的面积有63.04公顷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跟我们这个水尾社区呢，只隔了一条台一线而已啊。所以说乡亲非常担心说，这边如果是一个高污染的产业的话，马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这个水尾村了哈。再来看到我们这个彰南产业园区里面，它引进的产业是什么？在县政府做这个招商的这个说明会里面可以看到，78%呢是这个橡胶产业，那塑胶制品制造呢也有8%，两者加起来就已经86%，将近90%哦。因此，乡亲觉得说，这一听起来这个橡胶产业、塑胶产业好像就是高污染的哈，那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等一下可以来讨论了哈。橡胶产业它是属于劳力密集的产业，那产业结构包括上游的有石化原料业、添加剂以及副料。中游呢有橡胶原料，包含天然橡胶、橡胶添加剂等等。那下游呢才是所谓的包括轮胎啦、工业用品啦、橡胶鞋啊、一般制品等等哦。所以目前这个乡亲觉得说，好像是有这个轮胎大厂要来设厂，但是是不是将来如果说这个园区里面还有这空地的话，会不会这个上游的石化原料业也来了，这中游的这个橡胶添加剂也来了，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我想我们先看一段新闻影片的介绍，听听乡亲疑虑，我们再来进行讨论。引入到彰化县海珠乡的水米村，嘛乃拢做得看得到当地居民来起来控制的布条，今日抗议县政府我替当地开发苏南产业为主的中南产业园区。当然嘛无赞成，水果都无人爱食，菜嘛无人爱食，你用毒伤来食，当然嘛是爱惊，要惊大年啊，无下底啊，那歹生活要安怎？轮胎业啊。因为阮住伫边啊，空气上歹啊。要问居民按受理，就是因为水米村在26年前控制过的焚化炉，基本日就睇今年的天顺风，一下又有10个落雨的苏南产业。当初已经一个焚化炉了，
现在又来一个轮胎王国、轮胎工业区，对我们水尾村是二次伤害。这种污染实在累积下来太严重了。水美村係鐵鐵農業區，有9成以上攏係農民，雖然人口外流非常嘅嚴重，不過對縣政府講，延期做得帶動產業機會係個地方嘅經濟。不過今年因為安尼無個漲，為着做迄個分化路甲即嘛，過往的意思吼，大家嚴起來攏是共。囡仔若轉來遮講一句較歹聽，若治着迄種病，敢有早去趁錢？對蘇年產業就會入到水美村，長期同泰雅創作連沙，睇海族時期嘅海務人講，實在唔好安尼做。攏無效啊！我攏有咧抗議，伊個暗時又是去9點外，放個臭的味吼，親像迄咱的死物件迄種臭。阮毋捌甲建議，是毋是用更較好方法，將迄個煙甲回收倒轉去？要去樟南工業區，移民嘛是共款嘛是會共影響啊。人係最重要嘅，同時做得唔識殺咗唔得無頭氣，幾年希望縣政府做得用海務做理嘅，在康哥也嘅計劃做得無。古就賣來進駐，因為迄個水尾農場就是將人工業區嘅開發區，隔壁一條30米嘅第一線，佫過到一個莊頭，有差不多300-400戶，所以迄個影響是足直接嘅。根本就唔答村民係上馬嘅，仲發現政府對延期嘅開發還係額外做。村民除咗技術控制以外，常做啲無奈何嘅拜託地方嘅市民保護土地，行過村民。好，看完新闻影片之后呢，其实今天县政府这边当然是派出我们陈俊玉陈科长来，但是我们记者呢先前也有针对这个县府的建设处的这个处长呢进行了这个访问，还有也访问到最有意愿来这边设厂的这个建大这轮胎的这个杨银明杨董事长啊，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县府跟这个业者他们说法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这个彰南产业园区就是所谓的橡胶专区？那整个彰南产业园区我们规划得很早啊。那在80几年那时候就说要在这边做一个那个产业园区，然后带动地方的发展。那现在这整个产业园区的一个范围大概是98公顷左右。那到时候可以预估年产值应该可以达到240亿，那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个就业人口。之前我们没有针对某一个村我们不是针对某个村我们是以公所或是以乡镇这样子去做一个说明跟了解居民的那个声音我们一定会尊重我们不可能说就放任的不管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说在开工之前我们一定会去跟居民做一个沟通跟说明。那这个新厂投资大概要180亿台币左右我们应该可以创造1500个就业的机会。今年年初我们的员工人数比去年同一时期我们增加了150人，我们增加了10%，那表示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入我们这样的一个生产行列。说难听一点，中国大陆一直在找我们去给我很多的优惠昆山地区你来设研发总部投资什么，我给你多少的优惠台湾没有我也可以把这个研发总部就设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在美国。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一个台湾的公司，我们必须跟留台湾。好，听完我们这个陈处长跟杨董事长的说明之后，不知道我们乡亲是不是对于说县政府他们的说明是说，其实一定会尊重居民乡亲的意见。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有参加过这样的说明会？县政府都跟你们讲清楚、说明白了，请乡亲举手发言好吗？是不是你们真的都有听过这个县政府的这个说明会？好，这位大哥。因为阮水尾这是一个特定农业区，阮这是迄个蔬菜专业区甚至即摆即个分化都敢污染到阮的农作物了。今仔日即摆若过来设即个轮胎公司咧，会造成阮地方的农作物的生产的问题，会污染到阮身体健康。希望讲咱有关单位会当了解到阮地方居民的心声，唔通讲一意孤行，强大要种，强大要来做，要来设即个轮胎厂，唔通日后以后来设厂落造成来抗争，就大家对大家拢无好处，嘛会造成来这厂商会真正的困扰。谢谢蔡村长。还有多谢乡亲，哪一位乡亲，哪一位大哥？好，这一位。园区到底是要什么厂商进入？县府拢讲，县长嘛拢讲，这就是要用抽口用啥物的？讲200几间咧，咱这个园区200几间厂商要入来。阮就含村长讲，坚决甲反对讲，
你若200几间紧安尼，你就将咱橡胶产业这高污染产业的迄落诶工厂吼，咱就卖互入来就好啊嘛吼。啊，大家讲对毋对？对。好，感谢大家。好，谢谢。那还有哪一位？好，这位大哥。你这个工业区要来遮破坏这个农业特区啊，甲一个社区串来合作伙啊，恁敢有慎重的思考？真正有咧评估？恁这树林烧了个地，恁的科技，台湾的科技比世界拢较先进吗？有早做甲零污染吗？啊，你甲村民来大斗阵，破坏农业生产区，是何道理？好，政府的政策啊，拢总欺骗百姓。所以讲，你即摆若做咧就对啦，3工甲你乱4摆啦。我这个是代代家孙阮几60代伫遮生存土生土大，你为着你工业区若无甲影响的意向，民主时代阮无权过问。如果你甲影响到，我袂当大以上，拼到死也甲你拼啦。大哥，你的意见我们听清楚了哈，都下哈。好，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乡长，就是说，刚刚我们的县府的陈处长讲说，其实他不是一个村一个村去讲啊，他会重视居民的意见。他说是以乡镇公所去做说明。那您身为乡长，您有被召集去开会说明了解吗？当初开这个说明会，我要请问咱所有的时代吼，包括阮的乡镇公所吼，县政府什么时阵招过咱，甲咱做这个说明会？什么时阵敢有？那么拄则咱蔡村长提起的迄间的说明会，伫我的记忆当中啦吼，已经是决定开发，已经委托予开发商了后，才来咱村来办的，安尼敢有啥物意义？所以我有几点要甲大家报告吼。简单，我要讲的是讲，不管为咱溪州乡，或者是对咱彰化县，或者是对整个台湾岛屿的这个发展来看，咱水尾仔农场这块将近100公顷的这块大塘的农地，拢总无适合开发做橡胶产业的工业区啦。那么为什么我安尼讲？以溪州乡来看，溪州乡是以务农为主啦，吼。以台湾的农业发展真重要的一个基地。就比来讲，台湾319乡镇，咱中南地区的产业，咱溪州占第4名，吼。那么以及芭乐来讲，全台湾的所有的百姓食到10粒芭乐内底，其中1粒是咱溪州乡来生产的，吼。啊，阁有咱有8成的马拉巴栗，有9成的菊花花。好，所以乡长，你觉得说，其实农业才是溪州乡的优势，就对，就说不但是有好的土质，而且有好的经验的传承，世代让人传承的智慧。好，谢谢我们乡长。我先请教一下我们建设处的陈科长，就是说，乡长说，其实那场其实已经算是发布会了啦，哈，就是说已经决定要做这个彰南产业园区了。其实招商已经也都差不多了，才来开个说明会。民众觉得说他们并没有实质的参与到彰南产业园区的这个整个开发或决策过程，他们觉得公民参与这个部分是不够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当时在这个案子在环评的审议的当中，哈，是会除了地方政府之外，也会邀请乡镇公所的代表，哈，到环评的大会里面啊，包括小组会。那西州乡区的代表是哪一位？西州乡，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哪一位我有点忘记，因为那时间有点大概是99年那个时候了。99年那时候。对，当然每一场会，因为我想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会议，我想西州公所当然也有派代表去哈。那其实，在当时的一个环评最后的结论里面哈，也有特别啊，我们开发单位这边就县府这边也有特别的承诺，就是未来在这个真正要兴建之前，要开始动工之前，也要到当地来办过说明会，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啊，未来不管进驻的产业是工厂是哪一家哈，有必要的时候也要安排村民去做工厂的参访，了解说到底现在的可能要进来的工厂哈，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运作的方式？那其实村民还是觉得说，我就是反对橡胶产业啊，那你要来施工才做说明，那其实就是我说东你说西嘛。那科长怎么看村民这个心声呢？我想这个，因为目前我们通过的一个环评跟可行性规划，这个开发许可里面哈，我想大家也大概知道有容许进驻的一些相关的产业。对。那相关这些产业未来就是说，当然确定进驻了业者之后，后续才有他们建厂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刚才所提到的一个先前的开工前的说明会，是在我们整个公共设施的部分开始动工前就会先来做说明会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李议员，就是说，其实你在县议会应该也有讨论到彰南产业园区这个相关的这个开发的时程嘛，哈，你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吗？就是说，怎么会居民他们都这么样不了解，然后就已经开始做了，然后到现在就是变成说这个园区其实就是要开了，那乡亲的意见反映，其实县政府觉得说，我会尊重大家意见，可是就是听取而已，没有实质的回应。这件橡胶工业区要在这边设置，是由咱工业局全盘来主导，来压迫着县政府，讲一定爱来做这橡胶工业区。所以讲你讲像讲你迄个地方上要开座谈呐，还有它工业区的整个设置，整个要环评也没有经过议会的那个程序。所以只是经济部工业局直接去找县政府，所以它不受县议会的监督了。已经都有资料出来了以目前为止以中华县议会，以我所了解我做4届议员，以我所了解，根本也没有这个案子送到议会里面去，这是属于他们行政上他们在处理的事情。所以讲针对着讲咱伫咱的溪州，尤其咱水尾这个所在，咱已经受到焚化炉的损害啊，唔好过来讲有一个高污染性的橡胶业，尤其咱溪州嘛已经有正新，正新所造成的地方的污染，相信乡亲比我知影。到底是不是我们橡胶产业就是所谓的高污染产业呢？今天我们也很有邀请到我们这个台湾省的橡胶工会的这个理事长林理事长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所谓的橡胶工业是不是真的就是高耗水、高污染的？对讲，甲阮即个橡胶行业认定讲是高污染的是毋对啊。迄几十年前的想法，即马时代无共款，环保的法规也无共款。若要新设的，就是要符合最新的标准。即马的科技设备，已经拢有进展，但是即个机械就是有即个结构的寿命。较早年投资的设备，因为伊结构有当爱15年、20年。你若种5年，大概修改环保法规，伊当然无法度符合新的。你着爱等候伊换机械，伊就会适合新的法规。所以等旧的机器折旧年限到了之后，就可以适用新的环保法规了。那理事长问一下，因为其实西周乡现在就有所谓的振兴轮胎，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品牌的一个振兴轮胎。其实乡亲对于振兴轮胎这几年在地方上，其实也有乡亲去振兴轮胎里面真正的上班过了哈，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振兴的感觉，跟县府招商告诉我们说，橡胶产业的是这种低污染的、低耗水的，那感觉真有落差了哈。那个落差是不是就在于说那个机器折旧年限的问题啊？对，因为他来这里设厂是比较早的，那个设备可能假如他遇到要换新的设备，譬如说，我就听说正兴他要换锅炉，伊就改天然气的，伊无过遐重油啊，所以他符合新时代，要准许他设厂，你要改为天然气，他新的设备也是改天然气，所以那个设备换新一定会跟上时代。那我不知道说乡亲觉得说，能不能被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服？另外呢，这县府也说啦，会提供5500个工作机会，240亿的产值，这对我们的彰化乡亲来讲，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这样的数据能够说服你们吗？你们还有什么样疑虑和担心？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小姐。所谓的不同的年代，它会有不同的机器进驻，这一点我必须要强调。我们的彰滨工业区提供最现代的厂房给我们的厂商使用，但是为了环保，为了厂商的需求，我们的工业局、经济部工业局可以要求那个排放的方式，污水排放方式从浅式排放改为岸边排放。所以以这样的方式的，我没有办法接受说你的那个机器设备是新的，我就可以接受说 OK， 你的是没有污染的，这没有办法成立。这一点我想我必须要那个。另外就是说，橡胶工业有没有污染？我想你们也很清楚，你也有在很多的媒体上面去做表示。但是呢，事实上真正住在这边的居民，正兴后面的居民，你光正兴厂房本身它就已经是后面黑压压的，所以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会没有污染。所以我想，空气污染并不是用那个空气的臭味或是香味来判断，
这是很难判断的。啊，这污染这毋是用嘴讲的吼，准时甲毋是，这是我要来伫政审后壁吼，因为政审伫阮地方造成吼污染遐济件，我是拢处理有对啦吼。来，啊，你甲看讲这叶啊安尼有正常无？啊，是毋是讲请恁这个厂家业的代表，恁出来这叶啊，敢吐看卖啊咧？啊，你手打打啊，怎甲吐落？嘿，摸起来什么？吐较大的咧。我也来摸摸看好了。嘿，吐较大的咧吼。啊，所以讲我讲吼，正式来咱遮设厂18年，主要的物件伫咧凹，讲较歹听咧，你们的生产工具吼，不是一次哦到位全部换掉，坏什么换什么啊？这样物件还会来换迄样物件，整个里面的迄个无法达到吼，阮现有阮居民所要求的了哈。好，我想呢，我们先请这个我们橡胶工会的林理事长跟大家，他当然他不是振兴的老板，也不是振兴的员工，他只是橡胶工会理事长啊，所以他代表是橡胶产业啦哈，所以他可能大家对振兴有很多的质疑啊，也许他能够回答，也许他不能回答，但是我们还是请我们林理事长做一些回应哈，谢谢。这阮毋是咧欺骗选民啦吼，我讲阮公司的对面的特利屋啊，阮68年的历史的公司，我嘛家己嘛经营橡胶厂，吼。无要紧，我嘛毋是讲无啦，咱人就是讲吼，伫这个社会即马就是安怎会遮乱，就是讲。大家拢爱。理事长，我问一下，为什么橡胶业大家都感觉臭摸摸？那个臭味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化学的臭味，还是说是那种毒气？跟大家解释一下。树奶哦，迄个天然树奶，东南亚生产的，伊有蛋白质。啊，东南亚生产的每间橡胶公司，伊有的技术无共款，有当蛋白质处理了无好势，会腐败。吼，对，会当臭鸭卵安尼。啊，伊款蛋白质的臭鸭卵的味，实在是，毋是讲有啥物害处啦，吼。啊，有的人鼻管是嘛是，啊嘛无讲，逐个树顶拢有迄款味。哦，所以那个臭摸摸的味道是蛋白质，橡胶的天然蛋白质。好，那乡亲说他们那个农田啊，种在那个振兴的轮胎厂外面，那叶子上面都让一粒一粒黑黑的哦，那个菜都卖不出去。那黑黑的又是什么？伊个橡胶。树奶就是爱掺一寡药粉，啊不，唔是我代表阿姨，我们先让理事长讲完好不好？好，阿姨，大姐，我唔是要跟你收济啦。好，好，那我现在要问一下我们县政府环保局这边，就是说，其实乡亲都已经非常的疑虑，就是说这些橡胶产业，它不管是这个臭气也好，或者那个扬出来的粉尘也好，他们都认为说，其实是对健康、对环境、对这些农业生产都是有疑虑的哦。那要请一下我们这个科长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江秘书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是安全无虞的，乡亲多虑的，还是说其实它的污染是可以控制在安全值下面呢？各位乡亲大家好吼，啊，咱这个树林这个咱这个彰南工业园区吼，那伊伫有99年有这个环境影响差异分析啦吼，那大概的重点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啦吼。那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审查结论里面有规定啦吼，伊未来爱做一个总量管制啦吼，这个总量管制过来就是爱参考欧盟吼。世界上先进的这个技术吼，包括温室气体啦吼，各项污染物，包括粒状污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它要参考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技术来设厂，包括讲咱这个燃料吼，用天然气，因为以前咱燃煤吼，会产生较侪这个硫氧化物这个粒状污染物这等等吼，用这个天然气就较无这个顾虑啦吼，重点就是讲。伊伫即个环评的过程内底，就是讲即个产业即个工业区未来预测会产生多少污染物，然后呢预测说还有分析现在的环境的现况，然后去预测未来这个合成加成之后这个污染的情形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或是大家关心的农业生产环境各种影响去做一个预测分析，然后包括说这个咱欢乐这个橡胶工业未来的臭味，所以这个环评内底嘛有一个要求，就是讲以后会产生恶臭这个制程，它需要配置在离我们的聚落最远，可能会设在这个
工业区里面的这个中心里面，然后呢，它的这个在产制的这个过程里面需要去做微风，再来就是说它要去做这个抽气让这个作业环境里面产生这个负压不会逸散出来。然后尾气收集的部分，它要破坏率要达到80%，然后再来就是做周界环境的迄个恶臭的迄个监测要符合这个环保的标准。那其实也有相信会讲到说，其实这个彰南产业园区难道一定真的要开吗？彰化县本身就有一个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区，叫彰滨工业区。这个彰滨工业区的闲置率也是全台湾最高的哦。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这个彰南园区这个橡胶产业就移到现在已经闲置很多年的彰滨工业区去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谢谢。周村民台北节目现场今天来到我们的彰化县溪州乡水尾村其实就要讨论说这个水尾这个台糖的水尾农场要变成所谓的彰南产业园区。那在彰化县政府所提供这个招商的这个说明会里面呢，告诉我们其实78%呢是要来招进的是这个橡胶产业，所以相信觉得说这个橡胶产业是这个高污染的他们也觉得说这个溪州乡现在就已经有个轮胎产业、橡胶产业在了已经在那建厂10几年了。这个臭气然后污染，让他们觉得说，如何说服我们说现在要进驻的橡胶产业是低耗能、低污染？他们觉得说，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并不是这个样子甚至他们觉得说，彰化县就已经有一个彰滨工业区，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区，而且它闲置了很多年，这闲置率也很高有没有可能就集中管理在彰滨工业区就好了？那是在彰化的北部，县政府说，要平衡南北的发展，所以要来开彰南工业区那我们来看看彰滨工业区是不是能够容纳得下这些橡胶产业的需求呢？来看一下彰滨工业区的目前的总开发面积呢是3643公顷那这是填海造陆了是填海造陆，所以呢，它现在完成的区域有这个县西区、仑尾区跟鹿港区3个区，其中这个仑尾区呢，它的这个闲置率是最高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设了大概有30多年了只有一家台电的火力发电厂说要进驻，还没有完成环评，所以现在整个仑尾区呢是空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1年已经完成造地面积是2587公顷，那103年已经公告的租售呢大概是1306公顷。这个完成造地跟已公告租售这样的数字背后有什么玄机呢？我们看下一张图表的说明。计算彰滨工业区租售率了就是说已完成的这个部分呢是1189，那这租售率呢是52%，所以看得到已经完成造地部分呢，它的租售率其实只有52%，但是县政府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已经公告的有616，已经租售的有616，所以租售率呢是100%，没有闲置率。再来看这个仑尾区呢，它已经完成造地是744公顷那它其实整个租售率呢只有20%而已，因为真正公告租售只有152公顷，所以那已经公告跟已经租售又是100%，所以看起来是没有闲置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显现了很大的一个玄机我们再看就是说，因此呢，所以我们从整个彰滨工业区它已经完成造地的租售率来看呢，它其实没有过半，才45%而已，表示说还有55%的彰滨工业区的地呢是闲置在那里的，但是已经整好地的、有规划、有租售的呢，是来到89%，这玄机就在这里所以乡亲就觉得说是应该到彰滨工业区去。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县政府的这个陈处长，他对于彰滨工业区适不适合取代我们这个彰南产业园区，他的说法是什么？事实上，彰滨工业区它分成3个区块全区大概是3600多公顷。那整个目前已开发的经济部，那是经济部管辖的一个地方，它已开发的地区就是鹿港跟县西区。那就目前他给我们的资料来讲，他们几乎所有可建筑用地都已经售完，或是已经在那个谈理那个买卖的一个过程当中。事实上，现在可以用的一个建筑那个工业用地已经不多了。
那芦苇区现在也还没开发。那但是芦苇区那时候国发会是要配合做既有经济示范区的一个预定地的一个所在地啊。那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只是注重于产业跟或某部分的去灭农我想这个帽子会比较大一点，我们有点承受不起啊。那我不知道说，乡亲听完我们的这个县政府的回应对于县政府觉得说，其实彰滨工业区不管是闲置率这么高的轮尾，它都有另有它用所以不太可能取代我们的彰南工业区。您觉得县政府这样的说法是比较重农业呢，还是比较重我们的工业？您心中有一把尺，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是什么好吗？有哪位乡亲？好，这一位。事实上开发就有钱赚了，这是最基本的啦。对。为什么呢？是一个谁有钱西周大赚？牌，从我8年前，现在又快选了，年底又要选了。8年前我就一直跟那个县政府建议说，披头乡、西周乡还有竹塘乡都已经完成了，那一个西周大牌就只有披头乡没有做。是。那你这个开发的话，排水系统不做的话，怎么开发？排水系统还是要，转到那个西周大牌。那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就开发工业区，而且都没有疏通这些民意，我们都根本不知道。好，那怎么建？好，谢谢我们披头乡的乡民代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好，谢谢。那他刚刚讲的是说，事实上他们需要的这个灌溉大牌没有做，大家会不会担心说，其实这彰南产业园区设下去之后，对于我们整个水尾村这样一个优良的这个农业生产基地，农业用水会面临一个紧张的状况？大家对农业用水有什么疑虑没有？你会惊讲后盖无水通好用无？这位大哥。因为目前迄个咱高铁的已经在咧限制个水井的使用啊，你若个水沟水无，要安怎做是要安怎做啊？对，整个高铁在这个就是云嘉南彰化这个区域，其实它因为地层下陷很严重，对于农业这个项目已经有所限制了。那未来这个园区开下去，其实水的使用量也会增加。我想请问一下乡长，这个部分乡亲的疑虑跟你们在乡公所看到的问题的严重性在哪里？大家知影，即马的正新内底有6口深井，拄则讲到地层下陷的问题，拢怪讲咱农民掘这井，用这井千层的水，抽起来的水是为咱的田地，佮输到落土骹，免哪有可能影响到地层下陷。最主要从这款的高耗水产业、橡胶产业，正新内底有6口井，深井、大基井，这款的毋只是影响是地层下陷，咱只来甲承受，咱不但承受伊的空气、伊的废粒、废水。废水味道，咱拢总无详细来查。这咱是以后努力，不但卖互伊设厂，还佫甲检验，即马正新这厂的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咱爱甲检验伊这废水排去倒位去，废料桥去倒位去。这是以后咱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好，谢谢我们的乡长。其实针对这部分呢，我们的记者也有去访问这个县府跟这个有意愿要来这边设这个轮胎厂的建大的轮胎的董事长，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说法又是怎么样，会不会排挤到农业用水，还有他们的是不是真的是高耗水，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节水或者节能的做法？用的计划啦，在民国99年的时候就有通过了。那整个用水初估在里面，那个每天的用水量是6100 CMD， 那而且那个水来源跟农业用水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是从林内净水厂那边过来的，对啊，我们就是跟在水公司买水，我们不是自己找井，或是说因为这样子而少掉了农业用水的一个分配啊。这个我们通过 ISO 14001管理体系，我们通过了，还有这个 OHAS 18001环境保护的管理系统，我们都通过了。那最近我们又通过了碳足迹的认证，而且我们的水是循环的，我们烧蒸汽之后，它冷凝下来还是变成普通的水，我们都会回收。水都是资源，都是成本所以我们都尽量会。像我们的废气、热蒸汽，我们就到宿舍需要热的地方，我们就用废气来做这个都是在降低我们的成本所以我们这个方其实的话，积极在做了。我是想说，这个所有的村民应该也放心我想，我不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是不是能够让乡亲觉得比较
放心，还是说其实你们听完县政府跟杨董事长的说法之后呢，觉得说还是要像乡长一样，把这个监督机制确确实实的建立起来，而且要由县政府或者是民间好还有产业三方来共同的落实。对于监督机制，你们什么样的想法没有？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大哥。咱在座像我是种过的菜，甲布产的过日的了，啊，恁苦苦生生。拢讲要互阮地方，阮才来就业要趁钱。我请问咧，时到你毋知有安排一个课程要互我做无吼？好，然后还有哪位乡亲对于说建立监督机制后面那位小阿哥？刚刚那个理事长所说的那个臭味是蛋白质，其实它确实有蛋白质，不过最多只有2%。那因为我手上有一些就是这个是经济部工业局的资料它所排放出来的一些味道可能它会有那个什么芳香醋，就是包含苯、甲苯、2甲苯，然后醇、醛以及胺类的混合物，而且它会产生硫化氢、硫醇，还有一些软化剂的油物。这些部分呢，可能对身体是100%是绝对是有害的啦，绝对不是像说刚理事长说的，那个是蛋白质的一些臭味而已。那有关刚刚那个科长所说的呢，说那个建大会参考欧盟的标准，那毕竟只是参考，而不是遵照。而且我们那个什么污染，它包含气态、液态以及固态，轮胎液全包。然后在它还没有落实灌排分离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它要如何能够确保不会污染到这块土地？好，灌溉用水的污染的问题你也关心。好，谢谢这位大哥。好，谢谢。前面这有2位小姐，那个主持人有提到说，建大他老板他是希望说用水他是用再回收的方式减少成本。那我们觉得他做任何的东西都是考量到它的成本，因为它有利益的问题。那他现在做了，他现在认为说他会用最高科技的方式做他的设备，做他的所有的环境保护啊，或者是污染的问题的防范，他都可以以最高标准。可是他就知道要怎么去降低它的成本，那谁来监督说他应该要花很多钱去提升它的污染问题，然后提升它真的落实它开出来，他讲说它可以用最高标准的设备，然后没有污染的问题。好，所以你就是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那谁又来监督？您还是有存疑就对了。对，谢谢这位小姐。好，前面这位大哥。我也感觉讲，咱溪区方这农业净土应该好好保留伫咧，因为这农业净土来讲，后盖这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咧，毋是讲咱溪州人食，连咱运去台北。咱全国的民众拢食会到，迄影响到咱身体。所以这点咧，我希望讲，咱中央咧，咱这国土的规划咧，有当你工业区就是工业区，农业区农业区，农业区就是莫干污染啊咧。好，还有后面那边有位大哥，这位大哥，咱遮就是这个焚化炉所排放的大校新甲伊遮毒气真大，即嘛佫互伊工业区有毒的佫再来毒加毒，对咱的空气，咱要安怎去输？咱要安怎去生活？咱包死的嘛！咱居民、邻近的居民拢包死的，莫讲农作物啦，人死啊，农作物都有效，对无？所以咧，咱即马就爱讲，这毒拄毒，这个袂使互起的。咱干那这焚化炉的毒，咱都无再来改治啊，阮怎有法度通佫毒佫再来？咱这上好的这个区域啊，上好来做啥呢？做一个树木园艺的专业区，树木园艺的专业区咧。伊会当来甲咱这个空气点燃了，有一个新的空气，来予做改治着这个减碳，减大后新这焚化炉这个毒气，才甲治住掉，会变成这咱空气的品质优良，咱的生命才有保障嘛。所以这工业区唔免佫讲啦，工业区无必要设，因为政府拢浪费公帑，中考啦，时间中兵啦，马世界开迄道。根本拢无要入去，根本都干那要来这资金要来抢地啦。好，多谢。好，这位大哥拍摄，互你等足久的嘿。我对这个建设署这个课长开始我就要甲反驳啊。伊伫这本册内面也无甲阮开做说明会，啥物会拢无，干那开一摆过年前，农历过年前就开一个土地征收说明会。土地征收甲阮无啥物关系嘛，阮南面地主啊，对无？结果阮砍在这本册。县府的评估册内面，看讲做有开好啊，
啊，阮的意见嘛无阮反对啊，阮村长嘛反对，但反对嘛无插紧采纳。啊，拄则讲一项，讲过来要甲因开一个说明会，要互因了解，是要因了解尔，毋是我爱做哦，要做毋做是因的权利，咱无权利。你讲得敢对？咱地方居民有地方居民的自在权的，你甲因讲，阮无解，阮会使杀走咧。我这个某我不爱带会使，我毋是一定爱带某咧。那刚刚相亲反映了很多意见哈，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把他们觉得说这个橡胶产业就是会有污染了哈，只是说污染高或低，基本上都是污染哈。有没有可能就像我们彰化县政府也讲啊，我们就把这个电镀业呢，就限缩在我们这个整个彰滨工业区的县西区啊。那你看现在这个彰滨工业区仑尾区还有这么大一片未完成的工厂用地哦，有没有可能彰南工业区这个橡胶专区就移到仑尾区这边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把污染就是这个灾害损控哦，就控制在这个仑尾区，已经开的这个30多年闲置在那边彰滨工业区，有没有可能？我们的陈科长，那其实，在彰滨工业区，为什么从民国60几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厂商能够进驻完整啊？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靠海的关系。那靠海的部分，填海造陆嘛，对，靠海的话，因为盐分跟海风的影响，尤其是盐分的影响，对于机具的损害是很大的。所以其实很多厂商啊，就考量这个观点的时候，因为等于说对他们来讲，这个机具的成本会非常高，所以在那个地点设厂，对于制造业来讲是不利。所以在过去到现在才会有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进驻完成的这个主要原因。所以以仑尾区目前事实上要厂商进驻是短期内是不太可能。那县府刚才我们处长也有提到说哈，县府目前其实也跟经济部那边，尤其现在中央政府正在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所以仑尾区是未来县府希望推动它转型啊，因为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区域，刚才有提到说，对于很多的制造业，尤其是我们中部地区是机械业这些相关行业的重镇啊，所以这些行业要进驻到这边，事实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认为说，在彰滨工业区这边，事实上推动朝另外一个方向来发展。所以为什么会我们有跟中央争取来设立为自由经济示范区，引进包括像物流等等这些的一个物流园区等等啊，来进驻到这个地方来。真正让这一块土地有个用途，大概是这样子。如果去过仑尾区，你就知道那边沙漠化非常的严重，因为填海造陆、突堤效应造成整个海沙的淤积非常的严重，所以整个仑尾区这边其实没有人愿意去，是因为满天黄沙漫舞啊。所以等于说厂商他也会考虑啊，我要不要去这个地方？可见30多年前，我们认为填海造陆可以创造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区，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和产业进驻机会。30年后证明，我们是拿了生机盎然的湿地去换回来一片的沙漠，还有非常大的闲置的工业区的闲置厂房，闲置在那边。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对彰南产业园区的想象，30年后来看，我们是把一个优良的特定的农业生产区做了不一样的愿景的规划和未来，它真的能够永远保持它是一个特定的农业生产区这样一个优良的生产基地吗？相信您对这块基地有什么样的想象？您觉得说我们水尾村、我们溪州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您的优势在哪里？应该怎么样去发展？是你们想要，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大姐。西周乡的水尾村是非常优美的，因为我们临近的就是这个浑林西螺大桥是非常优美，而且是全国有名的。然后这个过去的那个西螺那边的话，那个酱油工厂或是什么观光厂做得非常好，可以连带的一个黄金廊地。因为这边西周还有一个西周公园，然后农委会这边有一个黄金廊道的一个规划嘛，这个是我们想要争取的哈，这个黄金廊道的地方。对，西螺云林那边的观光工厂可以一路延伸到我们西周。对，一路延伸，然后这边又有西周公园，再下去这个北斗小吃，然后这个田尾的花卉市场，所以这创造这个文创哈，是对这个未来发展台湾未来的环境或是观光是最有利的。好，谢谢这位大姐。好，这位大哥。咱的官员的对咱的整个国土的规划，其若要认真讲，就是讲掠来拍卡床啦，是啦，拢用上好的种原地去做工业区，将高塞地摕来种植，把会当乘以3倍的地力的农地拿来做工业区，不是生产，然后把不好的地摕来做咱耕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拄则咧讲做迄个咱环保的问题吼。日月光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封装的大厂，它的那个环保的设施不是最完善的吗？结果伊做什么代志？伊嘛是土排废水啊，
嘛是去用掠着啊。你互这个厂家工厂来做了，你敢会当保证讲伊永远袂做这样代志？好，我刚刚看到这边好，这位大哥。我一直最佩服的一个那个县长是那个陈定南先生。当初六轻他很想去宜兰发展，可是陈定南先生坚持不给他去。陈定南先生也曾经在六轻那个工作过，那个王永庆是他老板。可是他为了保护他的宜兰县，他跟那个王永庆在电视上公开辩论，他说如果今天我让你做，我就对不起我的45万个老板。所以后来六轻只好到麦寮，他先到桃园，桃园也不给他做，只好到那个麦寮。那你看现在麦寮跟现在的那个宜兰县差多少？宜兰县现在那个观光，你想到哪一个地方？宜兰嘛，对不对？那麦寮现在麦寮的北边，像大城跟麦寮，都是那个癌症村呐。得癌症的几率很高。所以你看我来到我们这边，会带到我们的发展嘛？我觉得是很大的疑问。好，谢谢。好，谢谢。对不起，这边好像一直有一位举手的小姐，我没有让她发言，是不是？不好意思。六轻工业区它的用水在一开始就设定好，它绝对不用农业的用水。但是日前的新闻，它就已经要求能够使用农业用水，这变成说当地的农民必须要没办法，只能抽地下水使用。所以一开始说好了，只要遇到大厂，我们台湾政府真是这样子，只要遇到大厂脑筋就转弯。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也不希望大家讲的冠冕堂皇，可是之后呢，真正有在落实的就是零。我们这个园区的未来，我想我们有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就是说希望可以成立有机农业专区。如果开发这个专区，因为工业区的关系，没关系，我们跟所有台湾政府在做事情一样，把名字改成农业科技园区，这样可以接受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园区里面，我们要做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营运中心，可以做有机的餐厅，可以提供有机教室的一个示范区，我们可以提供给中部地区所有国中、高中、国小所有的教室，直接可以来这边做1天的 field trip， 就是1天的那个户外教学、有机教学的部分。这只是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还可以再连接到刚刚讲到的西螺大桥，整个开发一直连接到我们的西洲公园区西洲公园跟西洲苗木区。目前为止，它的那个自行车的发展已经非常完整的这个专道，我们要强调，从这边应该可以再发想一个自行车的专道，直接让来这边观光的人可以有半天到1天的观光的时间的预算，这对我们当地的人民才能够真正带来一个好处。好，谢谢这位小姐。好，那我想先从我们的李议员开始。虽然说这个彰南产业园区是经济部工业局的东西，他直接跳过了县议会。那您未来在县议会里面会怎样去透过县政府去告诉工业局说，事实上我们的县民对于这个产业园区的想法，真正的这个心里面的支持或不支持，透过您在议会真的为民喉舌，把这个声音往中央传上去。咱拄则一直咧讨论，因为工业区的设置拢是咱的经济部工业局咧主导的，结果伊咧主导之下，像咱的彰滨工业区，咱的橡胶业者公属系的，离迄个彰滨工业区还有很多土地啊，你们可以去那边用。离咱溪州这个所在，我们当时所讲的，我们也是一样反对咱的这个污染业。伊着咱拄则乡长佫提一份资料，佫咱的这个咱的主席佫提迄份资料，讲个坦白的这种跳脱议会的监督阮的江议员恁干嘛伫遮大家都不了解说他这个产业到底要干什么，何去何从，有足侪拢唔知影。所以说以目前来说，伊着咱溪州乡是一个农业乡，咱有需要的，好发展着咱的地方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特产所以讲，伫遮应该爱做一个好好的规划，因为伊早期的彰化仁仙工业区，后来他也有想要改做啥物呢？要来改做精密产业园区，尾也胎死腹中是安那？因为我们的高铁经过这里，
所以讲造成的震动会影响精密产业的制造。所以未来一代盖这南彰的这个产业园区，它是这样，竟然会当一变再变。那么希望讲县政府会当跳脱掉吼，卖叫经济部工业局甲北里啊，一直就干那吼，要甲咱的橡胶业者挂钩。因为呢，为什么工业区的土地有那么多会闲置？有足侪工厂公司，因来遮买地迁地以后，伊无一定要来做，甚至来盖厂房以后，他也不来做，造成蚊子馆也很多。所以咱望讲哦，我们的县政府要听人民的声音，唔好讲干那一味听到工业局主导讲吼，这要甲你做工业区就来做工业区，你要做工业区也可以，但是我们要求的不要有污染性的工业区。好，那我想要问陈科长，就是说，真的我们彰化县的这个建设处就是经济部工业局的一个下属的单位，一个执行单位吗？事实上，工业区的设置是针对现在产业的需求啊，就是说，那现在每个行业哈，可能现在哪一些是我们重要的产业，那有什么样的需求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产业用地的一个开发？那目前当然以我们彰化或中部地区来讲，刚才也报告过，像几个机械业的部分，或者像轮胎业哈、橡胶业这个部分，在我们这边算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几个产业的重镇，所以这些产业的需求存在的时候，才能去做这个工业区的开发。所以不管是在先前的环评或是开发许可的审查的时候，审查过程中，其实委员都是看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到底有没有需求，需求是什么，好，需求在哪里，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所以彰南产业园区一开始的审查就是朝橡胶专业区去做评估。应该是说，过去当最早是人迁，后来人迁这个需求不存在了以后，那如果有需要开发，那它有什么样的需求？所以在做这个工业区开发之前，必须要先确定说，那业界的发展状况有什么样的需求，才能做这个报编，那才能去做这个变更，大概是这样子的来源。那如果乡亲觉得说是农业科技园区做有机生产的，这个评估会有可能现在重新再来一次吗？我想。农业科技园区的部分啊，事实上以目前在县内也有相关的几个有机农业的园区正在执行哈，包括像之前大城振兴经济方案里面哈，这个由经济部那边中央那边农委会正在规划、正在执行，大概也有50-60公顷这样一个计划在执行中。县内目前其实以我们这边来讲，也陆陆续续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业者哈，他们也在寻找说要做这样农业的一个区块的一个用地哈。那这个区域哈，目前水尾农场这个区块，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是说，在当时87年，事实上它目前已经是一个工业区的编定，它土地现在其实就是工业区，好，所以未来要做什么样的变更，这当然是后续在做讨论，并不是说我现在是可以跟大家讲说未来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利用。那我问一下乡长了哈。这个科长说的确有这样的需求啦，那您是乡长，您真的感觉到那个需求吗？还是您的需求跟他的想法不一样？谢谢哈，我们非常难过非常遗憾听到咱的政府讲的是因为要呼应财团的需求啦。要说橡胶厂是要迄个塑胶厂是什么人的需求？敢咱的需求？咱更较艰苦听到就是讲水的来源，伊讲要为哪来水厂？我请问，云林县哪来那遐尼充足？拍着砸咱规个落水溪的水，走去供应给六轻来使用。因为六轻讲无用咱农民的灌溉水，安尼阿落啊8年外咧替咱农民咧雨水，咱谁啊就要来4工休6工的水。水若遐尼充足，伊无用着咱的灌溉水，拍着来做一个集集南河堰，将所有落水溪的水砸去六轻，一工35万吨来使用，敢毋是安尼？所以咱听到的是非常艰苦的物件。六轻的水，像咱的灌溉水，伊讲无用着农民的灌溉水。搁一项是讲，咱的政府在乎的是讲，财团这个好业人的机械放伫海边，较容易生鲜，是机械生鲜较重要，是政府爱来顾咱人民的生命财产，咱身体的健康较重要。安尼会要件胜过咱所有乡民这身体的健康，所以咱是非常的遗憾吼。我伫遮最后做一个 ending， 一个呼吁吼，爱咱的中央、咱的政府爱暂停开发，重新来检讨。暂停开发，重新来检讨。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伫大塘，这大部分的地，拢总几乎是大塘的。伫大塘还未同意将这块土地交予咱的政府，尤其开发商来开发以前，算即马也会付，所以爱暂停来开发。多谢。
好，那我刚刚有看到我们的林理事长有稍微举手示意一下，你是不是有做补充？是不是我们的轮胎，我们的橡胶产业已经不能等，我们的产业需求事实上真的是没办法等了？因为拄则有足侪乡亲呢，吼，有一寡疑虑问题，针对我咧看我遮吼，所以我爱做一个补充解说。我今仔日出席这，纯粹就是讲咱即个客家电视吼真好意，吼啊讲来。因有即款甲村民咧沟通的即个，所以我讲有需要讲，甲阮即个厂家业的观念吼，莫讲伫遮的，互恁的印象安尼影响阮500几间的吼。他拄仔咧讲即个污染的问题吼，阮即个逐日家己去抽起来记录的这是自我的管理，自我管理，要报给环保署、环保局。一定要有那个合格的技术工程公司来盖章的，因会来抽验，吼、所以这个才是迄个，毋是讲阮讲的就是。说会教袂教，迄就是咱的制度的问题嘛吼。因迄是合格厂商，比如讲废弃物吼，废弃物，若伫阮制停中发生的废弃物，拢要利用，大家小钱来载咧走。上终端的废弃物，就是爱处理，嘛是爱政府环保署审定合格的清运商，伊才会使来清运的啦。阮家己无法度载出去。讲这个水哦，我感觉讲头拄讲，迄遮大间的用水遐济，阮感觉足奇怪咧吼。因为阮即摆工厂的废水吼排放，未来拢水利局还是毋知啥物单位。伊要甲你设密达，甲你管制哦。你排偌济，要甲你扣钱。所以，阮即马尽量内底发生的废水，拢去回收的冷却水，就是无垃圾的迄，去回收等于互伊冷却，就是讲在制品中，你爱甲创互冷水落去，水出来温度，所以阮爱有一个池啊，去扣等于。搁冷却了，搁再使用。好，今天这么多乡亲来到现场发表他们意见，就是很明白的告诉大家说，乡亲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对自己家乡的发展，他们都希望能够贡献心力，也能够提供他们自己的不管是创意的想法也好，或是更有愿景的想法也好，他们都是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土地是没有问题的。政府如果说就是要照依法行政，走完流程就好，这个流程只是行礼如仪的，都做完就好的话，可能欲速会则不达，这样的状况一再的发生，一再的上演。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社会成本，我们彼此有这么多深的对立和不信任，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思考这样的开发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吗？今日的村民台飞到这边为止，感谢大家参与，谢谢。